绝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你今摆在收听的是厝边隔壁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雨三听有景乐，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冬天雪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雨三听有景乐，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在人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各位厝边隔壁大家好的好朋友恁好，今日搁伫空中和大家来见面。今日戏团真欢喜咱来到台北这个新北市的三林埔的这个所在的义中教会，要来采访义中教会的陈信义执事。咱请执事甲咱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请安问好。大家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主信义执事是义中教会执事，戏团伫遮的时阵嘛，对小弟真大的这个照顾。咱今日就要来听伊生命的这个故事咱请执事来继续甲咱做见证。我即摆来见证讲，伫个民国90年左右在90年底迄个时阵小弟佮去用选即个做负责人啦负责人就是讲伫个教会内面来做服务的工课安尼，所以讲迄阵小弟本来是去外口来做一个生意啦，全将即个做生意的即个收起来交互太太的姊妹去管理来专心要来做教会的工课安尼爱当专心来服侍神啦因为爸爸一寡套房需要人来管理我全等来厝内来斗相共会当搁较侪时间来做教会工课安尼所以就拢安尼拢按算好啦所以就照着即个家己的按算就安尼来安排但是即个代志就感觉足奇怪全当小弟有安尼安排了后吧因为迄阵小弟的即个大汉查某囝差不多1岁左右啦原本拢好好呢毋知安怎会自我有即个决定了后要转来教会好好服侍这时阵暗时拢不得安宁安怎讲不得安宁呢？都囡仔拢安尼足够吵闹的啦。哇！囡仔一吵闹，暗时就差不多无度困呢。是常常拢暗时吵到拢如果要无度困，无就是吵到安尼无啥困，早起来拢无精神咱敢若咱定咧讲，敢若行尸走肉安尼你做代志拢安尼，反正拢哪做头脑内底拢混混沌沌安尼啦。都安尼常常咧吵闹，拢毋知要安怎。真正是安尼当咱困眠不足，也是讲无度好好困的时阵，日时搁要上班，讲起来安尼就，互咱无度有真好的即个体力甲精神来做日间要做的即个工课是所以讲面对即种的情形，小弟嘛开始咧烦恼。囡仔逐工安尼吵，你是我的工课嘛，无法度专心，过来要来接教会的工课嘛，无法度专心来做工课毋知要安怎呢？所以迄个时阵嘛真烦恼所以有一天暗时因为我嘛要咧想讲，到底是安怎会发生即种代志，所以有一天暗时，
囡仔嘛是足吵闹的，吵到安尼半暝，已经差不多1-2点嘛，拢也毋困啦。但是因为阮厝诶有3个房间嘛，所以后来我就爱甲太太讲，无你甲囡仔住即个房间，我来后壁迄间房间困安尼我明仔载工作较有精神。太太讲好，伊来安搭囡仔，我来后壁间诶迄个房间来困安尼。所以我就爱将即个物件拢摕来后壁房间摆好，倒咧准备要困，但是嘛袂放心嘛伫遐伊听讲囡仔到底有遐咧哭无？差不多经过半点外钟了，听到即个囡仔哭的声音，豆豆就无去啊。较小弟嘛真安心，就爱困去咯。嘛毋知影讲困偌久啦，到底困偌久我嘛袂记啊。后来就太太就爱摸着囡仔就爱撞入来讲囡仔叫起来啦。我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伊讲头拄发生一个代志互伊足惊的啦。我问伊讲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你哪会惊甲安尼走来，搁大家吵醒安尼？伊讲头拄囡仔本来咧吵，吵半点钟以后，豆豆就困去啊。太太因为咧安搭即个囡仔，嘛拢足忝的。看囡仔困去了啊，伊嘛缀咧困去啦。困差不多，伊嘛毋知讲困差偌久，无偌久了，伊就目睭白金醒起来，结果规身躯拢袂当振动。伊感觉奇怪，哪会规身躯拢袂振动的，袂振袂动。但是目睭金金拢看会到四边边结果伊就心内一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结果嘛是拢无落振动。但是因为阮迄间房间有一片壁，拢是镜，规片的壁拢是镜，就爱向迄个壁落去看，拄好看到反射过来，拄好看到囡仔嘛看到囡仔的面伊拄带一条，迄面敢若有人咧拿字啦，面安尼去到字甲密密麻麻安尼歪七扭八安尼歪七叉过安尼，一下面啊，一下额头啦，安尼面啊下海安尼刺啦，伊看到一个心内则愈着惊，心内一直向神祈祷，主耶稣救我，主耶稣救我。无偌久了会当振动啊，就迄将囡仔紧摸咧摸来紧来找我，甲我讲头拄发生的代志安尼啦。即个代志了，阮才知影讲，原来魔鬼拢咧启迪阮即个囡仔借着囡仔咧吵闹，互阮无法度好好困，无法度好好工作，无法度好好来做教会的工课安尼。所以伫这过程当中嘛，互咱知影讲，这是服侍的过程是一个属灵的一场的征战所以咱要为神做工，魔鬼有时嘛毋甘愿所以嘛会安尼甲咱创治。所以伫这过程当中，就知影讲，原来这是一场属灵的这个征战所以即次你甲即次娘安怎来面临即场属灵的这个战争呢？当阮知影有即个代志的时阵阮才知影讲，原来这是魔鬼的主动。所以这时阵阮才真正真用心的跪来为即个代志来祈祷因为过去敢若一心想讲要为神做圣工，但是伫咧祈祷的功夫顶头可能无够所以会经历讲魔鬼的即种启迪安尼所以经过即个代志，阮嘛拢翁某专心跪来为即件代志来祈祷求神来加添阮的信心求神来将即个魔鬼来赶出去互囡仔会当健健康康好好来困会当互阮来安心来做教会的工课经过一段时间了感谢主囡仔都拢比较拢较袂安尼半暝起来吵就会当后来就真顺利来接教会的即个工课咯感谢主所以即场属灵的操练透过这个过程即次甲即次娘伫属灵头顶有即个体会甲经验，嘛知影讲会当透过同心合意的即个祈祷可以当来赢过即个魔鬼的即个作乱啦互因会当来得到
属灵头顶的这个平安。吼，所以雅各书的4章第8节，圣经嘛安尼甲咱勉励吼，讲恁爱亲近神，神就的确亲近恁。吼，所以安尼魔鬼就会来离开啦。又搁伫马太福音的18章19节内面，搁主耶稣搁安尼甲咱讲，若是伫恁当中有2个人伫地面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伫天顶的爸的确为因来成全。所以知影讲吼，这个服侍表面上看啊，敢若是一个人咧服侍，其实是全家伙拢咧服侍哦。说落去，嘛互咱知影讲，翁仔某的这个同心合意，这是真要紧的一项代志哦。所以伫即次的这个见证当中，互咱个体会到这属灵的战争，毋是靠着一个人的这个气力会当来赢过，是爱透过翁仔某做来祈祷来得胜，这嘛是极大的体会。再来，请即师来见证，再来伫你的生活当中，毋知有啥物病痛的这个困扰，互你体会到神的这个同在无？感谢主经过这个操练了互小弟伫灵界顶头有更较深的体验后来其实小弟嘛感觉讲家己本身的身体拢真健康所以嘛拢无感觉讲破病的人哪会，咱嘛拢常常去看即个破病人，咱嘛是拢来勉励讲你着爱靠主啦你着爱较有信心咧家己拢无破病，拢无即个体验，感谢主神就互我破病呢。所以伫民国103年的时阵民国103年10月17号这时间我拢会记的，10点20分这时阵那会熊小弟的即个倒病的腹肚，再熊安尼疼起来安尼啦，从来毋捌遮疼的，疼甲真正我真正挡袂牢安尼，规身躯安尼迄肝拢安尼一直冒出来安尼，嘛毋知影到底是安那会遐疼，全赶紧叫小弟的即个太太，紧载我去三重病院，因为三重病院就伫阮兜边仔尔，再去三重病院赶紧去急诊，我一入去时阵。我讲，我甲护士小姐讲拜托个，先止疼的先来，止疼的先来。结果护士都无爱呢，伊讲袂使，你爱先做各种检查做完，才会使止疼安尼。所以表示即属于当阵是足疼的足疼的。疼甲讲要求安尼先来用止疼来处理即种疼是你头足想要去讲壁，足想要去弄壁，无足想要倒去涂骹安尼，咧练安尼，迄种疼啦。所以咱也无体会过即款疼的即个听众朋友可能无法度理解，亲像迄团都毋捌经过即款的疼，所以都毋知影讲迄个疼是偌尔艰苦的代志所以讲去到遐护士就爱开几啊种的检查我实在心内想讲，即护士哪会遮无良心安尼？止疼紧来就好结果伊就讲一定爱检查啦，全去翕 X 光啦搁做毋知啥物检查，我袂记做几啊项检查，检查了才去到病床顶头，伊全喺打注迄个用一个简单的迄个啥注射剂，全喺调咧全喺顶头注一个迄个止痛药止疼药全注落了，差不多5分钟了就袂疼安尼啦。所以就先甲你吊大重对这生理实验室内面止这个止疼药入去，互你都袂疼。对，是。所以我全喺伊甲护士讲我疼甲遮尔艰苦时你即马才打我注这个止疼，伊讲无法度你若一开始互你止疼都毋知影是倒咧问题所以一定要先检查后来有检查出是啥物问题嘛？后来伊个检查完了伊迄个急诊室的医生就来甲我解说，伊讲你倒病这边有一粒结石啦，就是迄个腰子结石腰子结石迄是足疼的对，伊讲这个腰子结石伊长差不多0.6公分0.6公分
所以伊是伊是长形的啦，伊若挖直的时阵甲你的迄个输尿管啦，甲你输尿管是横向的时阵，你就袂疼。伊若挖直的时阵就去插着你的迄个输尿管你就会足疼的安尼。所以原来就是迄个腰子结石造成的。所以是腰子结石，而且迄个结石是长形的，0.6公分。所以等于去移动的时阵，准也是顺着这个输尿管，咱拢无感觉。但是当完活的时阵，也是去插着这个输尿管的这个管壁的时阵，迄就足疼的啊。是所以护士后来知影这个原因啦，护士就要打安慰呢。伊讲你会当安尼啉调的入去做各种检查搁用行的转来我讲你一刀用的，伊比一刀斩的。伊讲足侪甲你同款的病人入来是倒咧涂骹练呢，有的是安尼伊弄壁安尼，疼甲是安尼哀爸叫母呢，你拢无哀半声，你敢若打讲紧的止痛药仔来安尼。伊讲你真正足勇敢的安尼，感谢主啦这是小弟的体验过来就是医生伊讲急诊敢若带你开止痛尔，伊叫我过顿工。来挂这个医生肾脏科的这个医生来看要安怎来治疗安尼所以过一顿工我就去挂号挂这个医生伊嘛打做种这个几项的这个检查安尼啦其中有一项叫做什么显影剂的这种。就是爱注显影剂，注入了再来照讲这个伊的石头大概的位置是确定伫什么所在，再来决定讲要安怎来打摕出来安尼。所以咧照这个显影剂的时阵我中啊爱搁减讲一项代志，就是这项代志了，我有赶紧甲教会讲，教会大家拢咧替我祈祷但是我心内都无受到遐济因为头一遍拄着这个代志心内拢真惊吓所以要去照这个显影剂的时阵签一张切结书啦，伊顶头写讲这有1/1000几的死亡率啦。我看到讲哇我敢会遮衰，敢会是1/1000几的内底迄几个，我心内足惊吓呢，毋捌做过这个物件所以签好了就去排队嘛。结果摆咧我头前迄个一个阿嬷，伊个健保卡放在桌顶，未收转去。我就来看讲，这阿嬷健保卡，这个阿嬷的名，甲阮立中教会的一个老姊妹的名一模一样，3支拢同款。我心内感觉讲哪会遮奇妙的代志？我心内才想讲可能是神咧打讲，有人咧替我祈祷啦。所以我心内就比较安慰啦。跩较安心去做这个显影剂的检查，就较无遐惊吓安尼。这就是我伫个三中病院初步所拄到的一个体验。是所以伫教会当中，因为咱是一个爱的团体，所以准有兄弟姊妹身体无爽快，咱知影兄弟姊妹拢伫属灵内面会为因来特别祈祷。咱请技师来继续。好，感谢主就伫个这个。咧照显影剂的时阵伊爱注射显影剂啦结果经过这个代志了，咱就真安心要来互伊注射这个显影剂结果要注射显影剂的这个查甫的护士啦我讲起来真正是有够老的，打拄4-5摆拢拄无着血筋啦。安尼足恐怖的。实在伊嘛足紧张的，我叫拄甲疼甲。所以我心内想讲这个无啥经验咱嘛歹势来骂啦。我知讲迄个护士，我倒手柄这边昨才拄一针你自迄个空喙的边仔来拄咧就对啊。结果伊跩对边仔拄咧就对啊，讲多谢你打讲安尼我才拄咧安尼所以我心内想讲我病人拄甲安尼搁爱安慰这个护士讲不要紧你较无经验，后来就较有经验安尼啦感谢主这事足善良的阿妈拢会安尼随厝这人设想啦伫咧照完这个显影剂了后伊安排讲几工了后来看这个报告
结果几工了后，我去看报告的时阵，一入去，佫无共医生。所以我自即个急诊室的医生到检查的医生，到看报告的医生，3个人拢无共啦。逐个医生拢自头到尾啊，拢咱问共款的问题。我心内想讲，哪有病院哪会即型的啦？所以我来讲安尼，煞我倒来厝诶，我甲厝内人讲，我要来转诊。我转诊来听讲，迄个振兴医院伫迄个邮寄计招顶头，敢若较咬安尼，所以转诊要去振兴医院。去到振兴医院的时阵找着因的主任，结果主任来讲你若来你进前咧做的所有的迄检查你遮拢爱搁做一摆。我听者我昏去，拜托诶，敢袂使莫做？伊讲。无你去迄边调你进前做的即个检查啦所以所有物件拢调来我看卖，若会当莫做就莫做安尼所以我才会去旧的迄个所在，然后才调资料调去遐看。看了后伊讲安尼使安尼其中你搁做一项就好啊，你搁做其中搁补做一项就好啊安尼我才去到伊指示的所在，要去补做一项检查。其实迄阵心内嘛是抑搁足惊吓的啦。所以嘛是真正毋捌拄过即种病痛心内会惊吓这真正毋是用这话语会当形容。所以讲心内伫咧足惊吓的时阵因为我头前有一个要等要检查我排咧伊后壁结果别人检查好了后护士团叫伊的名叫伊要来检查，叫伊名的时阵，足奇妙的代志佫发生啊！伊的名甲咱二中教会一个兄弟的名一模一样。所以顶回是一个姊妹，这回是一个兄弟。这起来太明显了呀！太奇妙了呀！所以我心内则想咧讲我哪遮无信心，遐侪人咧替我祈祷我实在我应该爱对主有信心啦。所以我听到伊。叫这兄弟的名，甲咱教会兄弟名一模一样。我搁特别去看是毋是伊咧，讲结果毋是啦，无共人啦。所以我心内就真正生出信心来。我讲神伫这代志中间要互我体会讲，神拢甲我同在。所以我就真安然去做这个检查。做完了后，甲这个医生来讨论讲要安怎来面对。医生就讲医生讲，你这个才0.6公分尔无法度，可能无法度用泵的，因为伤细粒。所以我互你2礼拜的时间，我开迄个扩大剂你这2礼拜你就一直啉水，看会当家己排出来袂若这2礼拜无法度排出来，咱才来看讲伊伫咧什么所在，若会当泵就泵，若袂当泵，咱才来用开刀的因为伊伫咧某一个所在是无法度泵的我就来倒来照着医生所讲的哇，逐工啉水，感谢主！伫迄一个暗时半暝的时阵，我就来半暝起来上小号这个放到一半的时阵，那会听到咔一声。我想讲哪有迄个咔一声一般咱咧放着应该是袂去注意到迄呢。我就开始咧吹着一个石头真正我来量，毋是0.6，是0.5公分。真正长安尼，你手摕咧是会去互插着的呢。我就将迄个石头过顿工摕去互迄医生看。医生就做检查讲，你迄粒石头也无去啊，原来就是迄粒安尼。就安尼免去即个开刀的即个过程安尼啦。感谢主呢，这是极大的即个恩典。因为会当自然排出来，这是这医生上期待的一个结果啦。若无的话你用泵的，真若位置无对，迄袂当泵。你若我要开刀，迄破腹佮落出一粒石头出来，迄过程嘛足辛苦的。佮包括手术后的这复原，迄过程拢是真无爽快，真磨人的这个过程。所以伫这个过程当中，既然是真顺利的暗时，就将这个石头顺利甲排出来，这是上好的一个结果
好，咱请技师来介绍。哦，感谢主吼，所以经过即个事件了后，哦，互小弟伫咧白厅顶头特别有一个经验哦，因为他拄有讲到哦，过去较罕咧有破病，较毋知影讲病人哦，伊有啥物软症的所在，所以当咱经历过了后，咱就知影讲咱面对病人的时阵，咱爱安怎来关怀哦，爱用啥物心态哦来体会。哦，所以讲经过这个代志了后，佮经过2年，伫105年的时阵啊，迄个时阵小弟2个鼻孔啦吼，咱讲咧呼吸的时阵吼，拢输袂着空气，毋是讲输袂着空气，2个鼻孔拢塌掉的啦，你要输空气足困难的啦，拢爱足大力输安尼，所以拢爱去买迄个人电视咧广告，迄叫啥物，反正爱喷的了，伊就小可消去，咱就呼吸就会当较顺安尼。全已经算讲足严重的啦。所以厝内人全叫我讲，无你去马街，讲叫我去马街病院去检查，因为马街病院迄个主任听讲真敖，所以全去马街病院，再去挂号，挂号了，医生全叫我马上去做检查。马上做检查了后，煞了，因为迄个医生100外号啦，所以我全检查煞了，全搁倒来医生遐，全搁落转去。医生看了，讲你搁小等我者，等我看完。所以拢看完了，才搁叫我入去。全讲哇，你规个咱的头内面咱有一个鼻腔嘛咱有占一大部分的鼻腔。伊讲来你看，你的这个鼻腔内底拢有所有的鼻息肉全部长满了，所有拢生满了迄个息肉啦。伊就问我讲，你这几年到底是安怎活过来？你安尼哪有法度呼吸啦？我讲无法度就是安尼无法度，毋才来找你啊。伊讲你这爱开刀啦，你这爱将这个鼻息肉拢清掉你以后你的呼吸你就会足爽快安尼。所以感谢主，医生讲你运气足好诶。一般来拢今日来看看做检查过来排时间再来看报告拄好今日哪会这时间哪会拄好，我拢斗甲拄好有法度今日随看安尼来，我今日随着你排开刀的时间安尼，遮紧马上来挂号面诊，就是马上要手术啦。是安尼是真顺利的所以讲医生讲讲奇怪，今日哪会遮顺？一般伊的病人拢是挂好，过顿工来，爱过几6天来看报告，看报告了后，再搁约时间看，当时要来住院。结果你做1天你就完成啊，所以迄天就约好讲，当时要来开刀。所以虽然进前顶一遍迄个结石无开刀，但是这边就面对爱开刀啊。但是因为经过进前迄个代志，所以我这边我心内都非常的平静安稳所以就照着医生所讲的时间去办住院办住院了后，过顿工医生要来打开刀安尼就照医生所安排来住院安尼。安尼开刀的过程有真顺利无？开刀的过程讲起来做嘛是足奇妙的。一直轮到小弟要开刀的时阵护士来把小弟送入去这个麻醉室入去到麻醉室了后咱要开刀进前我才知影讲拢爱去做心电图爱去做这个脉搏这个脉搏检测知影讲你一切拢正常了，伊才会带你送入去开刀房结果伊心电图就拢正常，但是伊照我的脉搏头一遍量的时阵49。那遐慢，1分钟49个尔对。结果护士是讲可能量唔对啦，第2遍量48，搁第3遍量47。迄个医生捌问我讲你敢捌开刀过？我讲我唔捌啊。这医生问我讲你确定你唔捌开刀过吗？我唔捌啊。一般开刀头一遍开刀人拢紧流到要死，你是哪心跳哪遐尼慢啊？我来讲袂啦，阮信业所有人阮袂烦恼啦。但是这时阵这个麻醉师一直挖头答医生讲安尼敢会使开？医生嘛开始伫遐咧丢毒，
到底要开也无爱开，我跩差不多3、5分钟的时间咧遐咧抽毒，我跩甲医生讲，医生你放心来开应该一定是无代志的，因为迄阵小弟心内咧想啦，假使若咧开刀中间水喉所打带转去，安尼嘛做好个啊，会当较早甲水喉所见面啊。假使若开刀顺利完成，我会当真顺利呼吸，嘛是真好的代志啊。所以小弟就用真即个平常心来面对所以就甲医生讲，医生你放心来开刀所以你毋免烦恼后来敢若我会记敢若有摕一个切结书互我写啦写了后，就安尼服落了后，我就毋知人杀出来了后咧恢复室了后，转去到即个房间当然伊有即个开好了伊有用凝胶搭咧片仔的所以差不多有2礼拜的时间是有凝胶咧内底呼吸甲较早共款，嘛是拢无啥好，无讲介顺利会当呼吸啦一直到2礼拜，将即个凝胶拢清掉了后我头一遍呢呼吸头一遍呼吸，所以迄个呼吸捡着啦我才知影讲原来会当安尼顺利呼吸原来是遐尔美好安尼啦这感谢主，所以经过即个咱讲开刀的过程主要说互咱心内非常的平静安稳互咱袂惊吓嘛互即个手术的过程拢足顺利互小弟会当体会到讲原来顺利呼吸是遮尔美好的一件代志这拢是神真大的恩典，感谢主。是，所以对即次的即个见证当中，互咱搁再体会到神即个美妙的即个恩典啊！感谢主，咱信耶稣的人对即个死亡的代志其实咱拢看作开的。是安怎讲呢？因为咱知影咱伫世间拢有苦难，但是伫主耶稣内面有平安所以伫世间咱讲咱讲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就亲像飞入去共款。所以他技术都见证，假使因为安尼的一个手术互伊会当安尼离开这个世间先到主耶稣遐去，这伫属灵内面嘛是一个真美妙的一个恩典所以技术嘛无惊吓这嘛有戏团想到讲伫诗篇23篇的第4节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卫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上有名的王叫做大卫王，伊所做的诗讲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嘛无惊遭受灾害啦，因为你甲我同在，你的杖甲你的拐拢安慰我所以嘛，互咱知影咱信耶稣的人虽然面临着这个病院的这个手术，但是咱都无需要过头的这个紧张神会当安尼甲咱看顾，甲咱帮助啦即摆戏团就来带领咱就继续来向天顶的真神来献上咱的祈祷，请咱做伙同心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透过圣经这书美好的见证，互阮体会到人生当中有时阵会拄到一寡苦难，但是伫你内面，你要享受互阮属灵头顶的这个平安。透过这书的见证，对邮寄结束甲这个鼻孔内面有长这个息肉这个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咱第一届去面对，咱拢会真紧张，但是神主耶稣你拢有美好的这个旨意，嘛透过这个过程这书会当搁再深入的体会，这个兄弟姊妹破病的这个辛苦，甲面对治疗的这个恐惧惊吓。这拢是伫事后这书伊咧探访勉励别人的时阵，会当用同理心来体会到因的这个艰苦。嘛，伫这个过程当中，虽然面临这头摆的这个手术，嘛因为有主你的同在所以互这个手术真顺利。嘛知影任何的这个难关当中，主耶稣你拢要牵着阮的手，带领阮行过一切这个苦难。主啊！
阮伫主内面，伫你的内面的这兄弟姊妹，拢得到这样美好的这个恩典咯。但是阮伫线顶、伫空中的这个听众朋友有真济，抑阁无尽万里，所以恳求主耶稣基督，你来带领因的脚步，互因，互这个空中的听众朋友会当因着圣灵的引带，来到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得到这个全备的救恩。将来会当到天国去享受美满的这个福分。主啊，阮伫这个节目要完成进程，安尼来献上阮的祈祷，求你垂听。哈利路亚，阿门。亲爱的听众朋友，咱的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伫遮要来完成了。如果你对今日节目的内容有啥物感动，有啥物要分享的，或者有啥物疑问呢，拢会当伫留言区来和阮分享问问题哦。嘛会当分享这个节目，互你的亲戚朋友哦。嘛非常欢迎你到厝边附近的真耶稣教会来做伙查考真理。愿天顶的真神赐去予你，赐你平安喜乐。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一摆空中再会。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永远陪伴你身边，永远保护你，永远的朋友，就是主耶稣。无论风雨也出日，永远看顾你。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伊要找你，伊要爱你，要听你祈祷的声。最好的厝边，就是主耶稣，予你生命甲平安，予你得福气。耶稣要听你祈祷，要赐福气予你。